今日係10月20號星期一啊！咁上個禮拜咧，中美貿易戰2.0咧，令到氣氛緊張，恒生指數跌成1000幾點。咁啊，上個星期五咧，恒生指數跌成641點。但係到 weekend 咧，就特朗普嗰啲言論咧就緩和咗好多，咁就恒生指數期貨咧就升600幾點嘅。咁啊，到今日港股開線咧就係急升，恒生指數開始升637點，國企指數升253點，科技指數升224點，權重股急升啊！阿里巴巴升5%，騰訊升2.6%，網易升6.4%，友邦升2.68%，小米升2.2%，呢個建設銀行升2.1%，美團升2.3%。咁開始之後就升幅一路收窄啊，咁就令到恒生指數升成即係500幾點嘅啫。咁金價下跌，金礦股回吐啦，次金黃金跌3.7%啦，招金跌1.9%，山東黃金跌3.2%，老普黃金跌6.1%。中國統計局公布第三季嘅經濟增長咧係4.8%，比預期嘅4.7% 高。首三季經濟增長5.2%。經濟數據出咗之後，港股反彈重上400幾點啊！各個股份之後都會升翻啲啦。周大福咧就係跌咗呢個32.1%，跌幅最大嘅藍籌。上證收市咧，上晝收市恒生指數升608點，國企指數升221點，科技指數升國企指數升221點，科技指數升185點，成交1454億元。下晝變化唔大，早段曾經跌過500幾點，但後尾都係升翻600幾點嘅。咁就呢個國家咧就免去呢個世貿常務代表李成鋼嘅職位。因為咧上個禮拜美國財長貝辛特投訴李成鋼嘅行為咧似戰狼同埋黐咗線。科技股升，阿里巴巴升接近5%，騰訊升3.5%，友邦升4.6%，小米升2.6%。其他嘅就係中國石油升4.9%。京東升3.4%，澳門博彩股都升，金沙升4.7%，銀娛升3.6%。收市恒生指數升612點，國企指數升221點，科技指數升173點，成交2391億元。中美貿易緊張關係緩和，美港股急升。